拒絕接收嘅禮物。某日，一位男子怒氣沖沖咁走到佛陀面前，指責道：你只係靠住名聲獲得信任，賺取金錢，真可惡！佢大聲咆哮，佛陀卻只係微笑，並未回應。當男子停得落嚟嘅時候，佛陀平靜咁問：如果你想送俾人哋一份禮物，但對方拒絕接收，呢份禮物屬於你，定係屬於佢呢？男子回答：既然禮物未送出，當然屬於我。佛陀笑住講：咁我拒絕接收你嘅憤怒，顯然憤怒仍然喺手中。佛陀嘅意思係，男子嘅咆哮只係自我激嬲，而佛陀選擇不被觸怒，最終男子自陷困境。外國心理學有一個名為垃圾車法則，每日垃圾車喺街上行駛，無論垃圾類型通通裝上車，最終成為垃圾嘅集中地，既污穢又散發惡臭。呢個就好似啲人若果不斷接收周圍嘅負能量而不加過濾，最終亦都會變成負能量嘅集中處。唔單止自己唔快樂，仲會散發負能量，讓他人漸漸疏遠自己。俗話話：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。冇人願意同負面事物連結。根據吸引力法則，我哋若果對世界發出正能量，好事自然會隨之而嚟，反之亦然。近年嚟，全球經濟惡化，好多人面臨破產危機。報紙上常見因為財政壓力選擇輕生嘅案例，永久失去翻身嘅機會。相對地，有啲人喺面對破產嘅時候，卻能夠淡然處之。佢哋認為破產已經係最壞情況，未來唔會更糟，只要努力過好每一日，就能夠重建人生。呢個係半杯水嘅故事，講起嚟容易，做起嚟難。關鍵在於調整心態，從負面轉向積極。只要我哋願意積極邁出每一步，便能夠發現逆境並冇想象中咁艱難。